这则讯息跟我说，他们是屏东部立医院的呼吸治疗师，他们急需要这个就是救命神器。病人现在真的很痛苦，他很痛苦，我很怕他撑不下去了。刚刚我有看到有人说你是在作秀，那应该是一场很美丽的秀吧。今天从屏东回来了，大概是早上9点10分左右从家里出发。到底为什么我会又跑到屏东去了？起来了，谢谢你。是，其实我昨天呢是真的很想觉得说，终于周末了。结果没有想到，昨天就先看到屏东，下午的时候就先看到屏东的疫情。我不知道屏东那边的医护人员他们有没有比较好的防护隔离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问了一些屏东的医院，说请问你们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医院方都给我的回应是说他们非常需要。那我说因为我手边有的东西就是 PAPR 有台湾剩下的8套，还有防护衣我可以调到了800件。那我目前手边能调到的喉头镜也是10台，那我大概分配了一下，就是4家医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永杰你为什么要自己送过去？你就叫个货车啊，叫谁啊帮你送过去就好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一点我还蛮坚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就是张罗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亲手送过去，这是一个心意。那难道我还要叫人家说，你帮我送去屏东，或者是找一个货运，就是你帮我送去屏东，然后要跑4家医院？那万一不见了，或者是没有交接好怎么办呢？然后这本来就是他们急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可靠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自己联络的每一个窗口都是我自己对的，所以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亲手几份交给医院方。因为我的手机的讯息是，就是现在就不好意思，人气有一点旺，所以呢，讯息是我就忽然看到了这一个讯息，这则讯息跟我说，他们是屏东部立医院的呼吸治疗师，他们急需，他们1台都没有，他们急需要这个就是救命神器。他说永杰，我们可以有1台吗？1台就好了。病人现在真的很痛苦，他很痛苦，我很怕他撑不下去了，他很需要这个，不然他马上就要被插管了。我这些讯息并不是我及时看到的，他可能觉得过了很久我都没有回他，他可能有点生气了，他就在下面写说，算了啦，我知道我们没救了，算了，这样子。那我也很着急啊，我就想说，天哪，那到底现在是状况是如何这样子？然后我还默默的想说，不行，那病人拜托你一定要撑住，我怎么讯息他都没有联系了嘛。那我就直接打电话给部立医院的跟我联络的窗口，我就直接问他说，请问你们现在是不是1台 FHNC 都没有？他说对。我说那请问你们现在是不是很急？他说对，我们真的很急。我就说好，我来想办法。那我第一通电话呢，我第一站也是要去安泰医院，所以我第一通电话就打给了安泰医院的院长，然后我就问苏院长，苏院长就说当然可以，因为现在刚好机器没有人使用，因为你们送了5台来，然后他们另外还有3台，所以等于说他们那里有8台机器。那我就想说太好了，我一通电话就调到机器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我没有要放弃啊，放弃就不在我的字典里嘛。其实你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认真的说，真的是全宇宙都在帮忙。他除了借我机器之外嘛，所以呢，安泰医院的院长呢就派了他们医院的 RT 去那边教他们。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事情？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大家都希望台湾赶快能够度过。
我真的受够了这个疫情，所以我才拼了命要把疫情希望能够有帮助。对，因为我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过回以前的生活了。他说：“谢谢你的善心。卫生部立屏东医院收治的确诊老人却没有救命机器，请贾小姐救救我的阿嬷，是前天发出来的，我真的跳掉了，我真的没有看到。但是今天下午2点25分，我人已经把机器送到了。”他说：“谢谢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很感动，我的阿嬷一定会健康出院的。”我跟他说：“加油，请你帮我跟阿嬷说，阿嬷，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努力的把机器调过来的，所以请阿嬷你也一定要努力。”烦欸，害我想起我的奶奶啦。我像疯子一样做了这件事情，我不管大家要怎么说。刚刚我有看到有人说你是在作秀，那应该是一场很美丽的秀吧。我能够用最快的时间跟最快的速度，运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机器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调度，没有任何人为难我，每一个人都是在帮助的。然后我在医院看到的那些护理人员全部都是天使。虽然他们在屏东，大家都说啊，屏东现在很可怕，屏东的这个变种的病毒，这个印度来的很可怕，所以我们都要离屏东很远，不要接近屏东。不能说屏东今天有困难，我们就画一条线，然后说对不起，请你们通通都过去，我们没有要跟你们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今天也很想去屏东的原因。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病毒，我们千万不可以互相指责、互相遗弃，我们就是要当彼此的神队友。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就是一家人。